小改变，大奇迹。每天吃地瓜，见证身体12项惊人的健康转变。试想一下，如果饮食习惯中一个微小的改变，就能为您的健康带来巨大的转变，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请想象这个画面，您开始每天食用地瓜，这并非什么奢华的飨宴，仅仅是在日常餐桌上增添了一道朴实天然的食材。起初，您可能只觉得它口感绵密、香甜，充满饱足感，且令人满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您开始察觉到身体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您的精力似乎变得更加充沛，对垃圾食物的渴望得到了控制，甚至连皮肤的光泽度都有所提升。难道这一切真的都要归功于地瓜吗？这听起来似乎美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对吧？毕竟，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它只是一种不起眼的根茎类蔬菜，一种我们经常忽视，或者只有在节庆时才会偶尔品尝的食物。然而，地瓜那鲜艳的橘色或紫色果肉之下，其实隐藏着强大的健康秘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秘密究竟是什么？如果您开始每天食用地瓜，它们将如何影响您的生理机能？一种单纯的食物真的能改善肠道环境，辅助大脑功能，甚至强化免疫系统吗？更重要的是，究竟该如何正确食用地瓜，才能在不感到厌倦或过量摄取的前提下，获取最大的营养效益？这些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请相信我，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在我们深入探讨地瓜的益处，以及如何将其融入日常饮食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关心健康的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成长，迈向更健康的生活。请别忘了支持我们，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的最新资讯，您的健康之旅就从这样里开始。我们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来自哪个城市，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您的声音。好了，让我们正式开始吧。第一项效益，抗氧化剂的超级宝库。让我们从爱上地瓜最强而有力的理由之一开始谈起。它们富含惊人的抗氧化剂。这些色彩鲜艳的根茎类蔬菜是抗氧化物质的宝库，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 beta-carotene， 这正是赋予地瓜鲜艳橘色的关键化合物。您可以将抗氧化剂想象成身体里的隐形保镖，它们保护您的细胞免受自由基 free radicals 的侵害。自由基是一种不稳定的分子，会因生活压力、环境污染、不良饮食习惯，甚至是人体正常的代谢过程而累积。如果对这些自由基置之不理，它们将导致老化、发炎反应，并引发心脏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等慢性疾病。地瓜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在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维生素 A， 这对于维持健康的皮肤、良好的视力以及强健的免疫系统至关重要。而且地瓜输送这些营养素的效率极高，仅仅100克的熟地瓜就能提供超过您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A 摄取量，这是有科学依据的。2012年发表于《食品与功能》Food and Function 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橘色和紫色地瓜中的抗氧化合物在降低体内氧化压力、oxidative stress 和发炎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另一项来自营养研究与实践 Nutri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的研究也强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如地瓜有助于减少氧化 DNA 损伤，而这正是导致老化和疾病发展的直接因素。
简单来说，每天吃地瓜就像是为您的身体装备了一面植物性的防护盾，它们不仅美味，更在微观层面上保护您的细胞，由内而外为更好的健康奠定基础。第二项效益，维生素 C 与 B 群的优质来源。地瓜不仅仅是美味，它们更是营养的发电厂，特别是在提供关键维生素方面，如维生素 C 以及包括 B6 和 B5 在内的维生素 B 群。让我们先谈谈维生素 C， 这是一种以支持免疫系统闻名的水溶性营养素。仅仅一杯煮熟的地瓜就能提供约28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大约是您每日建议摄取量的 30% 到 35%。但维生素 C 的功能远不止于对抗感冒，它对于胶原蛋白 collagen 的合成至关重要，有助于维持皮肤弹性，支持骨骼强度病，促进伤口愈合。它还能改善人体对植物性铁质的吸收，降低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接着我们来谈谈维生素 B6， 地瓜中含有相当可观的分量。B6 对于大脑的发育和功能运作至关重要，它协助身体制造神经传导物质 neurotransmitters， 如血清素 serotonin 和多巴胺 dopamine。 这些化学物质负责调节情绪、睡眠和专注力。缺乏 B6 甚至与忧郁症和认知能力下降有关。特别是在中老年族群中，一份地瓜就能提供约 20% 的每日 B6 需求量。此外，地瓜还提供维生素 B5 及泛酸 pantothenic acid， 它能通过调节油脂分泌来支持皮肤健康，减少粉刺生成的机会。它还辅助合成辅酶，这是身体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分解为可用能量所必须的。根据2015年发表在《营养学进展》Advances in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透过饮食维持充足的维生素 C 和 B 群，水平与改善认知功能、减少发炎和增强免疫、防御力息息相关。因此，地瓜作为天然的植物性维生素补充剂，绝对值得在您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三项效益，促进肠道健康。地瓜一个鲜为人知但极其强大的益处，在于其支持健康平衡的消化系统的能力，归功于其惊人的膳食纤维含量。这些根茎类蔬菜是肠道的天然盟友，有助于保持消化道运作顺畅且高效。地瓜富含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纤维，两者协同作用，多方面辅助消化。非水溶性纤维能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规律排便，从而预防便秘。另一方面，水溶性纤维会吸收水分并形成凝胶状物质，减缓消化速度。这不仅能让您长时间保持饱足感，还能提高食物中营养素的吸收率。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地瓜也是益生元 prebiotics 的绝佳来源。这是特定类型的纤维，作为肠道有益菌、益生菌的食物。当您的肠道菌群得到充分滋养时，它们就会茁壮成长。这意味着增强的免疫功能、较低的发炎水平，甚至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这些益生元还有助于产生短链脂肪酸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如丁酸 butyrate， 已知能滋养结肠、内壁病，降低发炎性肠道疾病的风险。地瓜中的另一个消化瑰宝是抗性淀粉 resistant starch，这是一种特殊的碳水化合物，能在小肠中抵抗消化，转而在结肠中发酵。这个发酵过程进一步促进健康肠道细菌的生长，
改善肠道菌相平衡，并减少胀气，这同样得到了研究的支持。2018年发表在《细胞宿主与微生物》Cell Host Microbe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强调增加益生元的摄取，例如来自地瓜的益生元，能显著改善肠道健康、微生物多样性和免疫韧性。因此，无论您是为了保持排便顺畅、减少肠道发炎，还是单纯为了滋养消化系统，地瓜都提供了一种天然、美味且有科学依据的方式来支持长期的消化道健康。第四项效益，稳定血糖水平。地瓜最令人惊讶的益处之一是其调节血糖水平的能力。这使它不仅是糖尿病患者的明智选择，也是任何希望避免血糖震荡病、整天保持稳定能量的人的理想食物。您可能会想，但是地瓜不是充满淀粉吗？是的，它们天然含有淀粉且带有甜味，但关键在于地瓜属于低至中等升糖指数 Glycemic Index。GI 的食物具体取决于烹调方式，这意味着它们比白面包或白米饭等高 GI 食物消化得更慢，因此葡萄糖是逐渐释放到血液中，而不是突然飙升。这种缓慢而稳定的释放有助于防止能量崩溃、糖瘾发作和胰岛素阻抗。Insulin resistance其中的秘密在于其丰富的纤维、复合碳水化合物，以及像贝塔胡萝卜素这样的抗氧化剂。纤维就像一个缓冲器，减缓糖分的吸收。贝塔胡萝卜素和其他多酚类物智能减少氧化压力，而氧化压力正是胰岛素阻抗的主要诱因，也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核心因素。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008年发表于药用食品期刊 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的一项研究，检视了白肉地瓜萃取物对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摄取其他高 GI 食物的同时，参与者的血糖控制仍有所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也增强了。更棒的是，紫色地瓜可能提供更强的血糖保护，因为其中的花青素 anthocyanins 在多项动物研究中显示能增强胰岛素作用，并减少血糖飙升。所以结论是，地瓜不仅对血糖安全时，际上可能还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当您将白马、铃薯、意大利面或白面包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替换为地瓜时，您不只是做了一个更健康的选择，您正在每一口中饥极支持身体的葡萄糖代谢。第五项效益，抗发炎功效。慢性发炎 chronic inflammation 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它在幕后悄悄运作，助长了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健康状况：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癌症、关节炎，甚至阿兹海默症。但好消息是，地瓜含有强大的天然化合物混合物，可以平息发炎、平衡内部系统病、恢复健康，且完全没有合成抗发炎药物的副作用。其中最强效的化合物之一是贝塔胡萝卜素，这种明亮的橘色色素既是抗氧化剂，也是抗发炎剂，它有助于中和自由基病，减少氧化压力，这是慢性发炎的关键触发因素。地瓜的颜色越深，特别是紫色和橘色品种，这些保护性化合物的浓度就越高。不仅如此，地瓜还含有胆碱丘陵，这是一种参与细胞修复、神经信号传递和脂肪代谢的关键营养素。胆碱通过抑制身体产生促发炎细胞因子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来极减少发炎，这些分子正是助长自体
免疫、失调和慢性疾病的元凶。我们也不能忘记花青素，这是富于紫色地瓜风副色调的色素。研究显示，花青素能抑制发炎路径较低的 C 反应蛋白 C reactive protein CRP 水平，这是系统性发炎的关键生物标记，证明了其在细胞层面的保护作用。事实上，2015年发表于《食品与营养研究》Food Nutrition Research 的一项研究发现，紫色地瓜萃取物显著降低了 CRP 水平，并阻断了体内多种发炎信号。这对您意味着什么？通过将地瓜纳入常规饮食，您不仅是在享受美食，您还在帮助身体对抗内部压力，平息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并降低从心脏并发症到关节疼痛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您是通过餐盘而不是药丸，自然地做到这一切。第6项效益，支持健康的体重管理。地瓜虽然天然带有甜味，但别被这一点骗了，它们可是您维持健康体重旅程中的强大盟友。原因如下：首先，它们的热量相对较低，一个中等大小的烤地瓜大约只含有100到120卡路里，取决于烹调方式，这使其成为体积饮食 （volume eating） 的绝佳选择，既能吃得饱，又不会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地瓜富含纤维，特别是水溶性纤维，这能减缓消化病，延长饱足感。这意味着减少了对食物的渴望，减少了餐与餐之间翻找零食的次数，并自然减少了整体的卡路里摄取量。但真正的超级明星是抗性淀粉，这种特殊的碳水化合物在小肠中抵抗消化，转而在大肠中发酵，产生像丁酸这样的短链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是改变局面的关键，它们有助于调节饥饿素 ghrelin 和瘦素 leptin 等食欲荷尔蒙，减少脂肪储存，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甚至促进脂肪代谢。2013年发表在《营养与糖尿病 Nutrition and Diabete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饮食中添加抗性淀粉，能改善过重者的脂肪燃烧，并增加脂肪氧化，同时让他们感到更满足，从而在一天中摄取更少的卡路里。地瓜还富含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缓慢消化的淀粉，这提供了稳定的能量来源，防止可能导致情绪性进食和精力下降的血糖崩溃。因此，无论是烘烤、捣成泥，还是切成薯条，将地瓜加入您的餐点中，都有助于让您长时间，保持饱足感，减少口腹之欲，并支持长期的自然减重。这是一种简单的食物，但其影响却可能非常深远。第7项效益，帮助调节血压。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简单的基于食物的方式来支持健康的血压，地瓜可能正是您一直忽略的答案。这些充满活力的根茎类蔬菜天然富含2种对锌，脏健康至关重要的矿物质钾 potassium 和镁 magnesium。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钾在调节血压方面扮演直接角色，主要是通过抵消钠 sodium 的影响。当体内钠含量过高，通常是由于摄取加工食品时，您的身体会留更多水分，这会增加血液、体积病，给血管带来额外压力。但钾有助于通过尿液排出多余的钠，它能缓解压力，减少体液滞留，并帮助保持动脉放松和畅通。仅仅一个中等地瓜就含有约540毫克的钾，这超过了您每日需求量的10%，且全部来自单一的天然来源。接着是镁。
这种矿物质支持健康的血管功能，它有助于放松血管壁，改善血流病，降低血管阻力。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更好的血液循环和降低血压。但好处不止于矿物质，地瓜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增加体内的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一氧化氮是一种能使血管扩张的分子，让血液流动更顺，畅减轻心脏的工作负担。2016年发表于《药用食品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3个月每天食用100至200克煮地瓜的人，其收缩压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显著降低，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研究人员指出，钾镁和抗氧化剂的协同作用是主要原因。因此，如果你想要一种保护心脏自然的策略来支持血压健康，地瓜理应在您的餐盘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不仅对您的味蕾有益，对您的动脉、心脏和长期的心血管健康也同样有益。第8项效益，提升视力健康。谈到随着年龄增长保护眼睛和维持敏锐视力，地瓜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大盟友。它们明亮的橘色不仅仅是为了吸引目光，更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信号，这是一种植物色素。您的身体会将其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对于健康的视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它有助于维持角膜 cornea 及眼睛透明的外表面的健康。同时，它也是产生视紫质 rhodopsin 的关键。视紫质是视网膜中的一种色素，帮助您在低光环境下看清物体。如果缺乏足够的维生素 A， 您的眼睛会变得更容易前色、发炎，甚至导致夜盲症，即在昏暗光线下难以看清的情况。但神奇的部分在这里，仅仅一个中等大小的烤地瓜就能提供超过您每日建议摄取量400%的维生素 A， 这意味着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视力补给。而且地瓜的好处不仅于此，它们还含有维生素 B6， 这在保护黄斑部 macula 视网膜腹则清晰，细节视觉的中心部分方面扮演关键角色。黄斑部病变 macular degeneration 是老年人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经常摄取地瓜中富含的营养素，如 B6、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降低这种风险。事实上，2005年发表于眼科档案 Archives of Ophthalmology 的一项研究，发现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饮食与较低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风险密切相关。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氧化压力、紫外线暴露和老化的伤害。它们就像一个天然的防御系统，随着时间推移守护您的视力。因此，地瓜不只是对身体好，对您的眼睛同样滋补。无论您是在阅读、开车，还是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定期食用地瓜都能帮助您保持视力更清晰、更持久、更强健。第9项效益，增强大脑功能。地瓜不仅仅是疗愈系食物，它们也是大脑食物，归功于其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和抗发炎化合物。地瓜，特别是紫色品种为您的脑部健康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让我们从橘色地瓜中的关键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说起。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维生素 A 在大脑发育、神经保护 （neural protection）
和减少氧化压力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而氧化压力是认知衰退和记忆力丧失的主要因素。但真正的认知魔法在于花青素，这是导致某些地瓜品种呈现深紫色的色素。这些植物性化合物作为强效的抗氧化剂和抗发炎剂，有助于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增强大脑血流量，并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这不仅仅是理论。在2013年发表于大脑研究 Brain Research 的一项研究中，喂食紫色地瓜萃取物的老鼠显示出记忆力改善、学习能力增强以及脑组织氧化损伤减少。研究表明，花青素直接增强了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即大脑形成和重组连结的能力，特别是在学习或受伤后。此外，2016年发表于药用食品期刊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在摄取包括地瓜在内的富含抗氧化剂食物后，数周内其工作记忆和注意力广度都有显著改善。别忘了维生素 B6， 这是地瓜中另一种支持大脑的营养素。B6 对于产生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至关重要。这些脑化学物制调节情、绪、记忆和思维清晰度。缺乏 B6 已被证实与忧郁、焦虑和认知功能障碍有关，特别是在老年人中。因此，当您经常享用地瓜时，您不只是在为养身体，更是在为心灵加油，让您随着年龄增长，拥有更敏锐的记忆力、更清晰的专注力，以及更健康的大脑。第10项效益可能具有抗癌特性。地瓜在科学界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因为其营养价值，还因为其潜在的抗癌特性。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但却是有科学根基的。这些充满活力的根茎类蔬菜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 （phytochemicals） 和抗发炎化合物，有助于在细胞层面上保护您的身体。地瓜中关键的抗癌化合物之一是贝塔胡萝卜素，您的身体将其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是一种有助于保护 DNA 免受氧化损伤的营养素。颜色越深，特别是橘色和紫色品种，抗氧化剂的含量就越高，对有害自由基的防御能力也越强。还有更多发现，紫色地瓜中的植物色素花青素已被证明具有强大的抗肿瘤特性。2013年发表于《营养与癌症》（Nutrition and Cancer） 的一项研究，检视了地瓜萃取物对患有前列腺癌的小鼠的影响。结果显示，肿瘤生长被抑制了高达 90%， 发炎标记物也减少了近 50%， 这是非常有利的数据。另一项来自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 （Molecular Nutrition Food Research） 的研究发现，紫色地瓜中的花青素引发了细胞凋亡 （apoptosis）， 这是一个受损或危险细胞被指令自我毁灭的过程。在该案例中，它针对的是结直肠癌细胞，并在动物模型中抑制了肿瘤形成。这对您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在饮食中定期加入地瓜，您正在给予身体天然的工具来对抗有害突变、减少发炎，并减缓可能导致癌症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没有合成药物或副作用。虽然目前还需要更多的人体试验研究，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地瓜远不只是一种疗愈食物，它们可能是长期细胞防御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简单美味的方法来从内部保护身体，
地瓜提供了另一个让它出现在您餐盘上的理由，每一口您都在强化您的细胞盔甲。第11项，效益，改善免疫功能。您的免疫系统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而地瓜可以帮助这道防线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随时准备应对挑战。这些鲜艳的根茎类蔬菜富含关键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特别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这是免疫健康最重要的2种营养素。让我们从维生素 A 开始，这是您的身体从贝塔胡萝卜素生成的，也就是赋予橘色地瓜深邃、生动颜色的同一种色素。维生素 A 在维持黏膜屏障 mucosal barriers 的完整性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例如您的呼吸道和消化道中的黏膜。这些屏障是身体防护的第一线，阻挡病毒和有害细菌的入侵与扩散。如果您缺乏维生素 A， 您感染的风险就会较高，特别是呼吸道疾病。接下来是维生素 C 一种，众所周知的免疫增强剂，它刺激白血球的产生，这是您免疫系统的攻击部队。具体来说，它支持淋巴球 lymphocytes 和吞噬细胞 phagocytes， 这些细胞负责识别和摧毁入侵的病原体。它还作为一种强效抗氧化剂，帮助减少氧化压力和发炎。这些因素若随时兼累，机会削弱免疫反应。仅仅一杯煮熟的地瓜就能提供近30%的每日维生素 C 需求量，使其成为这种必需营养素的可靠天然来源。我们也不能忘记地瓜中的维生素 B6。B6 在产生抗体和支持免疫细胞功能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7年发表于《营养素 Nutrients》期刊的一篇回顾得出的结论是，充足摄取维生素 A、C 和 B6 与降低感染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直接相关，特别是那些影响肺部和呼吸系统的感染。所以当您将地瓜作为餐点的常客时，您不只是在享受美味舒适的食物，您正给予免疫系统它所需的弹药，以保持强壮、平衡和反应灵敏。无论是感冒季节、过敏季节，还是仅仅为了日常生活，地瓜都是一种简单自然的途径，帮助您的身体随时准备好反击。第12项，效益，支持健康的皮肤。如果您渴望拥有健康、容光焕发的皮肤，地瓜可能会成为您最爱的新美容食物。这些充满活力的根茎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这2种强大的营养素能由内而外滋养并保护您的皮肤。让我们从贝塔胡萝卜素开始。这种抗氧化剂赋予了地瓜深橘色的色调，您的身体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这在维持皮肤细胞健康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促进细胞更新，防止前燥、脱屑和死皮堆积。维生素 A 还作为一种对抗紫外线辐射的天然屏障，帮助保护您的皮肤免受阳光引起的损伤和过早老化。事实上，研究显示，定期食用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如地瓜，可以微妙地增强您的肤色，并建立一种类似内在防晒的保护机制。还有维生素 C， 这是每一口地瓜中都包含的另一种救肤营养素。维生素 C对于胶原蛋白的产生至关重要。胶原蛋白是保持皮肤紧致、光滑和年轻的结构蛋白。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 胶原蛋白的合成就会减慢，导致下垂、细纹和伤口愈合延迟。
仅仅一份地瓜就能提供高达30%的每日维生素 C， 需求量有助于维持弹性、改善皮肤质地，甚至减少瑕疵。这同样有科学依据。2012年发表于《皮肤内分泌学》Dermatoendocrinology 的一项研究发现，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饮食与皱纹较少，皮肤保湿度改善，以及对抗阳光暴露和环境压力造成的氧化损伤能力增强有关。通过定期将地瓜纳入饮食，您不仅是在滋养身体，也是在给予皮肤所需的支持，让它看起来充满活力，感觉健康并优雅地老化。最棒的是，您是通过食物自然获得所有这些美容益处，不需要昂贵的面霜或药丸，只有真实的营养和真实的效果。如何将地瓜融入您的日常饮食？7个简单的创意。既然您已经了解到地瓜可以帮助解决从血糖到大脑健康等多达12项健康问题，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我该如何在不感到厌倦的情况下，将它诚实剂加入我的日常饮食中呢？这正是地瓜的美妙之处。它们非常百搭，天然甘甜，并且容易以许多有趣创意的方式烹调。无论您喜欢咸食还是甜食，无论是早餐还是晚餐，以下7个美味且实用的方法能让地瓜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完美烘烤 Roasted to perfection。 烘烤能带出地瓜的天然甜味，同时保持简单，只需将它们切成楔形或方块，拌入橄榄油、一撮盐、黑胡椒以及您喜爱的香草，如红椒粉、孜然或迷迭香。将它们放入摄氏200度、华氏400度的烤箱中烘烤25到30分钟，直到外皮酥脆，内部软嫩。它们非常适合作为配菜，甚至是取代不健康洋芋片的零食。专家提示，撒上一点肉桂粉，能带来咸甜交织的风味，非常适合抑制对糖的渴望。绵密地瓜泥 Creamy mashed sweet potatoes 地瓜泥既抚慰人心，又营养丰富，且制作非常简单。将去皮的地瓜块煮至软烂，然后加入少许希腊优格、橄榄油，甚至一点杏仁奶来增加滑顺感，进行捣碎。加入肉豆蔻、肉桂或一丝枫糖浆，打造出一道温暖、营养密集的配菜，支持消化和免疫健康。与马铃薯泥相比，这个版本含有更多的纤维抗氧化剂，且较少空热量碳水化合物，但同样令人满足。整颗焗烤 baked and loaded， 烤地瓜本身就是一顿正餐，只需清洗刺孔，然后将整颗地瓜在摄氏190度、华氏375度下烘烤45到60分钟。片软后，将其切开并填入营养丰富的配料，如黑豆加酪梨加沙沙酱、希腊优格加炒菠菜，或是鹰嘴豆加芝麻酱加柠檬汁。这创造了一顿均衡的植物性餐点，含有蛋白质、纤维和慢速燃烧的碳水化合物，非常适合作为午餐或晚餐。尝试使用紫色地瓜来增加色彩和抗氧化剂的摄取，加入果昔中 in smoothies。 是的，您可以喝地瓜。想要一杯浓郁、令人满足的果昔，可以将半杯煮熟冷却的地瓜与1根香蕉、1杯杏仁奶、半茶匙肉桂和少许香草精混合搅拌，结果是一杯天然甘甜、富含纤维且充满活力的饮品，能让您长时间保持饱足感，并支持肠道健康，非常适合早餐、运动后或午后提神。
无罪恶感地瓜薯条 （guilt-free sweet potato fries），渴望薯条吗？做个健康的交换吧，将地瓜切成细条，轻轻裹上橄榄油饼，用烟熏、红椒粉、大蒜粉和一撮海盐调味，在摄氏220度、华氏425度下烘烤20到25分钟，中途翻面，以确保受热均匀。搭配希腊优格蘸酱、鹰嘴豆泥或酪梨酱食用。这是一款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零食，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会导致血糖飙升。加入沙拉和碗料理 in salads and bowls 烤地瓜。丁是沙拉、谷物碗或藜麦料理的绝佳添加物，它们的天然甜味与酸味、酱汁、绿叶、蔬菜含脆口的种子形成美妙对比。赤竹姜，它们拌入菠菜加核桃加费塔起司加巴萨米克醋，芝麻叶加南瓜子加甜菜根加山羊起司，或是藜麦加羽衣甘蓝加蔓越莓加葵花籽的组合中。它们能将普通的沙拉变成丰盛、令人满足的主餐，富含维生素、抗氧化剂和纤维，开启活力的早餐。薯饼 （breakfast hash） 想要升级您的早晨吗？将地瓜切丁，用少许橄榄油与洋葱、甜椒和菠菜一起拌炒，最后放上一颗煎蛋或水波蛋。这就是一顿完整、营养密集的早餐，富含纤维和健康脂肪。这是一种咸香、色彩丰富的方式，来为早晨注入能量，且不含精致碳水化合物，让您的精力保持稳定，并控制食欲。这一节的最后思考有了这7个简单的点子，地瓜从节庆配菜变成了日常健康的必需品，它们不只对您有益，而且让人容易爱上。去尝试混合搭配，享受这种超级根茎类蔬菜由内而外保护您身体的所有美味方式吧。结语：小地瓜大力量。总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根茎地瓜拥有改变您健康12个领域的力量，从对抗发炎、平衡血糖、保护心脏到支持大脑、皮肤甚至免疫系统。这个充满活力的块茎证明了，有时候最强大的药物就生长在地下。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昂贵的保健食品、限制性的饮食或高价的超级食物，只需要一种简单、滋养、经济、实惠的食物，并带着意图和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准备。每一餐都是支持身体的机会，每一口地瓜都是一次安静的疗愈行动。所以，如果您准备好迈出简单、美味的一步，通往更好的生活，让地瓜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不是1年1次，而是每天。它是天然的、垂手可得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充满风味。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有价值，我们很想知道，欢迎在下方留言，我准备好了。展现您掌控健康的决心，请点击喜欢来支持这个讯息，并持续关注我们，获取更多用心传递基于科学的自然解决方案。在您离开之前，请记住，在这里，您不只是在阅读一篇文章，您正在成为最健康的自己。期待下次与您相见。